高中的年假结束啊，真侪囡仔拢爱开学啊。今日要开学的时啊，有真侪囡仔拢爱讲啊，爬袂使起来。伫咧彰化县啊，警察局呢，今仔日嘛专工出勤保护囡仔上下课过车路的安全。学生仔对导护志工甲警察指挥过车路，校门口嘛有侪家长送囡仔来上课。连续9天的年假结束，嘛是学生囡仔休寒结束开学的日子。有家长表示真欢喜开学咯，嘛有人讲今年年假休真久，早起囡仔嫌嫌啊袂赴上课。有空觉得小孩赶快去上课。他手忙脚乱啊，囡仔叫袂起来。拜一除了是开工上班，嘛是学校开学。为着加强守护学生上下课安全，彰化县警察局特别规划互动专案的勤务，伫辖区内学生较侪、交通较复杂的路口，配合老师甲导护志工，加强交通宣导，嘛结合妇幼队宣导离校保护的观念。本分局针对辖内28所国小，那特别规划警力、志工，那配合学校那实施上学的交通安全疏导。即摆上重要就是儿少性剥削这影响的问题吼，透过这寓教于乐这游戏当中，互因了解到咱这妇幼保护甲交通的重要性。警方强调，保护学生除了交通安全，嘛包括网络环境甲人身安全的防护。透过宣导，提醒学生爱注意网络交朋友的安全，提升自我保护意识。未来嘛继续针对校园附近的交通违规行为加强处理，降低事故发生的风险。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。